新一年嘅新童工導向日要開始報名啦，等我而家快手去 Google Form 度報名登記先。呢個係新童工導向日嘅報名 Google Form。參加者首先需要輸入佢哋嘅姓名啦、電郵地址、聯絡電話、所屬嘅服務單位，同埋選擇參加嗰日嘅活動日子。而喺呢個示範，我哋將會假設新童工導向日係有2日嘅選擇。而家呢度分為左手邊係參加者嘅畫面，而右手邊係工作人員嘅畫面。每當參加者提交咗 Google Form 之後，佢哋輸入嘅資料就會自動倒入去黃色框框嘅位置。而家後面綠色框框嘅項目呢，就係由工作人員後期加設嘅，裏面有專屬編號啦、專屬二維碼連結、寄出確認電郵同埋提醒電郵嘅時間，以及修改資料嘅顯示。佢哋喺度嘅目的係方便稍後 Make.com 平台喺呢度做記錄、拎資料同埋其他嘅運作，同時間亦可以方便到工作人員喺同一個地方瀏覽晒所有參加者嘅資料。而喺下方呢個紫色嘅框框就係 Make.com 設定好嘅確認電郵工作流程。佢可以喺我哋特定好嘅時間或者時段裏面，每當 Google Form 接收到新嘅參加者資料顯示呢，就會自動運行成個工作流程，最後寄出確認電郵俾對應嘅參加者。呢個工作流程呢，係由10個唔同嘅模組組成嘅，而每一個都有佢哋嘅功能，有負責激活工作流程嘅，負責為每一個參加者製作專屬編號同埋專屬二維碼嘅，有負責根據收集資料撰寫確認電郵嘅 Make AI Agent， 仲有之後負責將生成文字導入 Gmail、寄 Gmail 同埋記錄寄出時間嘅模組。當成個工作流程運行完成之後呢， Google Sheet 藍色框框嘅位置就會生成一啲資料，喺同時間參加者就會收到確認電郵。喺確認電郵裏面呢，參加者除咗會收到先前佢哋自己輸入嘅資料之外，仲會收到由 Make.com 幫助生成嘅專屬編號同埋專屬二維碼，俾佢哋喺之後有需要嘅時候用嘅。呀，搞掂，到時帶埋呢個二維碼就得啦。因為我哋設定咗喺活動前一日會寄出提醒電郵俾相對應嘅參加者，所以 Make.com 就會自動喺一啲特定嘅日子掃描 Google Sheet 裏面嘅資料庫，喺條件適合下就會完成整個工作流程，寄出提醒電郵俾參加者㗎喇。咦，聽日就係活動日啦，咁好嘅呢度，提埋我點去感恩啊！